最近好多刷天氣資訊嘅街坊目光都鎖定喺遠洋形成嘅超強颱風白海豚。好多人見到新聞講佢短時間急速增強，風眼結構完整，第一個問題就會問呢個由香港提名命名嘅颱風會唔會成為今年嘅西太平洋風王？與此同時，另一個更加切身嘅疑問，白海豚一路向西移動，最終有冇機會逼近華南沿岸，令香港需要掛8號風球？首先講反白海豚最新嘅發展狀況。呢個風並非喺南海形成，係越過國際日期變更線，由中太平洋進入西北太平洋。喺7月27日正式命名之初，只係得8級熱帶風暴強度，但隨後遇上極之理想嘅海洋環境，上演極罕見嘅爆發式增強。周圍海水溫度維持29至32度，暖水層厚度足夠，就算颱風攪動海面，底層凍水都好難翻上嚟，消耗能量。同一時間，區域垂直風切變細，高空出流順暢，等於一台引擎源源不斷有燃料供應。短短幾十小時，由熱帶風暴一路升級，成功達到超強颱風級別。中心持續風力一度衝上17級以上，錄得每秒65米風速。中心最低氣壓跌到918帕斯卡。衛星影像上面可以見到白海豚曾經經歷眼壁置換，好多唔熟悉氣象嘅朋友會誤解，以為眼壁置換代表颱風轉弱，其實唔係。呢個過程就好似更換內核框架。置換完成之後，新風眼會更加圓潤緊密，隨時有條件再次重拾強度。正係因為呢一連串表現，唔少氣象博主開始討論白海豚有實力爭奪本年度西北太平洋風王。大家首先要理清一個定義，所謂風王就係同一個風季入面西北太平洋範圍達到最高巔峰強度嘅熱帶氣旋。而目前今年紀錄暫時由另一個風暴守住，巔峰風速達到每秒70米。對比之下，白海豚現時錄得嘅極限強度仍然存在一段差距。呢度就會出現第一個重大變數，白海豚仲有冇空間繼續加強？佢而家身處廣闊遠洋，短期內唔會碰到陸地干擾。如果維持現有優良環境，理論上仍然有衝擊更高強度嘅潛力。但另外一項限制因素不容忽視，隨住佢持續向西偏北移動，後期緯度慢慢抬升，海水溫度會逐步下降，加上中緯度西風帶影響，風切變會越來越大。一旦環境轉差，唔單止難以再衝新高峰，甚至會提早開始減弱。換句說話，白海豚係有力競爭風王嘅候選者，但唔代表已經穩坐風王寶座。最終能否奪得呢個稱號，取決於佢邊個時間點達到最巔峰，以及後續大氣環境會唔會拖後腿。大家千祈唔好睇到超強颱風4個字就直接斷定佢一定係全年最勁風暴。講完強度就反轉頭，全港市民最關心嘅重點，白海豚一路西行，香港掛8號風球嘅機會究竟有幾高？先睇各路官方預測嘅基線判斷。中央氣象台多數歐美同日本電腦模式早期主流路徑推演顯示，未來5日白海豚中心會維持喺太平洋遠洋，距離中國沿岸極遙遠，短期內唔會對俄國近海構成直接影響。但重點就在於熱帶氣旋去到長期預測，永遠存在不確定性，而影響白海豚路線最關鍵嘅角色就係副熱帶高壓脊。副高嘅形狀、強弱、向東或者向西伸縮，會直接決定白海豚3個潛在走向。第一套情景，亦都係目前概率最高嘅情景，副高維持完整，引導白海豚持續向西偏北移動，去到東經140度附近，受到西風槽吸引，向北急轉彎，最終吹向日本本州以東或者日本海一帶。如果走呢條路線，白海豚會全程喺東海以東掠過，距離香港起碼4000公里以上。呢種情況底下，香港只會感受到遠洋氣壓變化，可能有幾陣湧浪，風力大致維持正常夏季水平，發1號風波嘅可能性都極低，更加唔使講8號風球。第二套情景屬於中低概率路徑，副高東退，出現缺口，白海豚唔能夠順利向北轉向，持續深入西太平洋，逐步靠近台灣以東海域。就算去到呢一步，白海豚移到較高緯度之後，大多數情況已經開始減弱。
就算外圍雨帶影響華南東部，香港只要受到間中驟雨影響，風力不足以達到8號信號標準。第三套情景只屬於遠期模擬入面極罕見嘅偏離路徑，概率相當細，副高大幅西伸，同時北方槽位無法拉扯颱風北上，令白海豚繼續西行，穿過呂宋海峽進入南海東北部。大家要留意，就算真係發生呢個路線，仲有重重關卡。菲律賓群島3日會大幅摧毀颱風結構，進入南海之後，海溫、風切變、條件轉變，強度很大機會明顯下滑。想要逼近珠江口，令香港達到8號風球嘅風力條件，需要多項天氣因素剛好配合，暫時唔屬於主流預測方向。好多網民會有一個誤區，颱風而家係超強颱風，代表遲早會直撲香港。呢個邏輯絕對唔成立。一個颱風初期強度再高，路徑先係決定地方受唔受影響嘅首要因素。好多遠洋超強颱風最後只係喺大洋上面轉彎，從來唔會靠近任何陸地。白海豚而家距離香港超過5000公里，中途有大量環境因素可以改變佢嘅走向同實力。跟住再同大家講清楚天文台發出8號烈風信號嘅客觀準則。當香港普遍持續風力預料達到每小時63至117公里，或者陣風顯著增強，有機會造成危險，就有條件考慮掛8號。唔單止要睇颱風距離，同時要睇颱風移動速度、風圈大小，香港處於風暴邊個半圓。好多時候，就算颱風中心距離香港尚有幾百公里，如果佢環流極度廣闊，都有機會帶來烈風。相反，如果颱風結構細、風圈收窄，就算近少少，風力都未必達標。結合現時所有數據綜合評估，短期內香港無需因為白海豚調整生活安排。以當前主流路徑推算，白海豚引致香港發出8號風球嘅概率偏低。但係大家一定要留意，長達1星期以上嘅颱風路徑預測誤差範圍可以擴大到幾百公里，唔可以話完全零風險。隨住時間推進，氣象部門每日會更新電腦模式數據，路徑評估隨時有調整空間。除咗關心風球信號，仲有一樣嘢需要提醒出海同去岸邊玩嘅朋友，就算白海豚最終唔靠近香港，龐大風圈都會令西太平洋、東海遠洋產生大湧浪，湧浪可以傳送幾千公里。本港沿岸海面浪高會較平常上升，行山、釣魚、水上活動都要留意安全，唔好貼近崖邊同防波堤。網上而家已經陸續流傳好多截圖同短片，好多自媒體中意放大最壞情況，直接斷言白海豚月底會直撲香港，預告一定掛8號甚至10號風球。大家睇天氣資訊要有分辨能力，民間氣象愛好者嘅推演只屬參考，最具權威性嘅信號、路徑預測一定要以香港天文台官方網站、流動應用程式發布嘅資訊作準，千祈唔好隨便轉發未經核實嘅預測，製造不必要嘅恐慌。最後總結返今次2大核心問題：第一，白海豚確實具備衝擊今年風王嘅潛質，遠洋環境曾經支持佢爆發增強，不過最終巔峰強度仍然要視乎後續大氣環境，暫時唔可以直接下定論。第二，香港掛8號風球現時概率偏低，主流預測傾向颱風後期向北轉向遠離華南，但遠期預測存在變數，未來數日持續跟進路徑更新先係最穩妥做法。踏入8月，西北太平洋正式進入颱風活躍高峰期，除咗白海豚，後續陸續會有新熱帶擾動發展。就算今次白海豚最終唔會影響香港，大家都應該養成習慣，定期查閱天文台天氣報告，及早安排戶外計劃。面對颱風，唔需要過度恐慌，亦都唔可以輕視，理性跟住官方資訊先係保障自身安全最好嘅方式。